国际新闻来看，英国广播公司 BBC 因为将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演说间接的手法受到批评，总裁甲新闻部的执行长已经是接落台了。美国总统川普嘛随伫社群媒体铺文感谢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，BBC 嘛按算讲会公开来回释的。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总裁戴维甲新闻部执行长图内斯是接落台，因为因的叙述纪录片电视节目讲角剧，方发现将两段川普演说内容剪辑连接，看起来就像伊对2021年1月7日国会山庄不当进行煽动。规个事件来自每日电讯报广播 BBC 编辑标准委员会外部顾问普雷斯考特提供的一份档案报告，针对伫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战争，看新北基地甲川普演说等。 新闻的处理有过失。 But the BBC was slow to respond to the latest allegations, and I think they were flat-footed for 3 or 4 days when the story broke about the Michael Prescott dossier. 报道指出，讲角镜的纪录片中呈现一段川普对支持者讲：“咱爱同齐行到国会去，咱爱奋战到底。”也毋过，其实这几句话是伫个演讲中计划1点钟的两段内容斗做伙的。川普原本有讲到的是以和平、佮爱国方式，互恁的声音互听到。 去互删除，也就是讲，这个剪接方式会互观众误会川普是直接煽动暴力冲入国会。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大文感谢公布的每日电讯报。 戴维找到暗宣布时节，伊表示，甲所有公共机构共款 ，BBC 并毋是完美无缺点，将其为责任家己承担。新闻部执行长图内斯承认，确实犯了错误，也毋过也澄清 BBC 新闻部存在制度性偏见的指控是错误的。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。